為了要照顧家己的士大人，或者是閣愛上班啊，陣攏做了無好勢，真正是雙頭無前後。根據調查主計總處的統計，2024年因為照顧士大人，怎來甲頭路辭掉勞工，是為着照顧囡仔來離職的2.4倍。民間團體甲立委拜示是呼籲政府着愛推動中照安排假，讓勞工照顧士大唔免來離職。家庭照顧者關懷總會就預估，這政府補貼請中照安排假的勞工，若準是6成薪水，一年若準有3萬人來申請，一年加需要9億元以上。這衛福部表示講，因願意研究討論。台灣已經進入超高齡的社會，65歲以上的人口超過2成。有一寡食頭路的人，會拄到愛照顧爸母的時陣，親像這間科技公司都有些長照優先的措施。那我們在內部也設置了所謂的長照補助。那我們當然還有所謂的帶薪家庭照顧假，然後也搭配遠距上班、彈性工時。那主要就是我們公司也有很多的中高齡的同仁，我們越來越發覺說長照其實是大家漸漸都會有這樣的一個需求。有這項優先措施，員工拄到代誌嘛免煩惱會被逼離職。伊嘛支持愛推動長照安排假，然後申請那個居家上班，然後這樣子的話，我就是可以同時可以照顧腸病毒的小孩，然後又可以居家上班，這樣子就不會因為這樣子就是沒有收入這樣子。所以有這個假，阮會當好好安排阮的時間來去陪伴阮的爸爸甲媽媽，啊，同時咱會使照顧好咱的工課。因應高齡化，民間團體甲立委拜示，呼籲政府愛推動長照安排假，讓勞工會當照顧士大嘛，免甲頭路辭掉。根據主計處的統計，2024年因為照顧士大，怎甲頭路辭掉的勞工是照顧囡仔離職人數的2.4倍，算起來每10個勞工都有一個受到影響。勞動部調查顯示，外7社內的勞工是期待這項制度，雇主反對比例嘛為2021年的6.7%，降到2015年的4.4%。在110年的時候，明確表達不支持的比例是將近快7成，可是，在今天114年。其實這幾年有一個很大的改變。家族嘛統計，若政府補貼且長照安排假的勞工6成薪水，一年10萬人申請，逐年敢若需要9億元預算。無政府估算的額權，就會當互勞工工作較定着。立委林月琴嘛表示，後禮拜會佇立法院委員會安排相關部會專題報告，即陣衛福部甲勞動部。記者吳正陽、王志剛台北報道。